下個禮拜六就是雙十國慶呢，負責接待嘅競賽競賽總係上來大家嘅注意。今年也27歲嘅成員，經過4個禮拜嘅訓練過後，準備正式公開落大家見面。佢哋分別做嚟用客話、日本話、德國話，還有10種嘅語言接待外賓，還有僑胞。在團隊行進中要求整齊一致，使用七縱論作為輔助。最近逢地赤金梅花旗袍嘅競賽，個含有活好54米路個搭配豐盛嘅古代嘅競賽，都模擬頒獎嘅儀式上點出自家嘅本燈。對樂器演奏都願意應對，展現出前線團新演貼片嘅能力。其中器官內2年生嘅李玉偉係高雄閩南人，加入前線團差唔多半年，保障客話來認同參加國慶大典嘅貴賓。貴賓你好，小姑娘款你給作品配合，滿姿勢。是貴賓你好，然後我就會請他們看一下他們的號碼牌，因為他們號碼牌會別在這個上面。對，我就說，貴賓你好，小姑娘款你給作品配合，然後他們如果給我看的話就按姿勢，然後我就會帶他們入座。台北太學前線團成立9年，除了禮儀接待，平常時咪注重體力訓練。將係高難度嘅古日版劇劇嘅一龍戲虎賽譜，就係為到我本劇個較結實有力，目前呢同國慶今日都算我起規日沒問題。因為無論是穿皮鞋或是高跟鞋，我們都需要有一個很好的肌力，才能夠讓我們走出大方自信的一個步伐。那重點是在走路的時候也不會發生太大的聲響，主要就是靠我們的肌力再去訓練我們的走姿。訓練得到功夫，個人嘅要求、語言能力。台北太學前線團由學生自家組織訓練，5年來第4擺入選組接太學校，我同面傳太學強下到國慶典禮當中，來聽數典禮順勢進行。中華民國生日快樂！香港新聞李建儒、劉文輝新北市報道。